楚楚其华。桃之夭夭，透天换日。灵儿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青玉羽裳。哦，这琉璃珠虽不如随侯珠，但也相差不遠。这蜻蜓眼，据說是從極西之地來的。這一套玉佩是用上等的玉石做的，這些啊，都是微后指定宫裡頭給的嫁妝。你看看这颜色。这犀角杯和这一套八组带钩，分別是用金银铜鐵、西域硫错8種製材做成，這些啊都是大王賜的。這赤玉珠串，還有這一套金飾，共有12件，這些都是娘親留給我的。公主出嫁，這些嫁妝多風光啊！看起來跟狄公主沒什麼兩樣。狄公主有什麼好呀？狄公主要遠嫁，要嫁到那狗都不拉屎的地方去，這輩子想回楚國，跟登天那麼難。比起來，我寧可不當狄公主。公主說的也是，恕公主這次走了，還不知道哪日才能再見到。那月公主就更可憐了，娘親早死，又不為微後所喜，只怕是連個送她的人都沒有呢。說的也是啊，跟她娘親一個命，都是給人當陪嫁硬飾，沒人送。那本公主只好去送一送了。哎呀，月兒姐姐，哎呦，你也真是的，宮裡給每個應試都配了婢子和下人一起帶到秦國去，你怎麼一個也不要啊？月兒不會使喚人，姐姐若喜歡，留下自己用。不說別的，眼下若是有人照應你，這些針線活哪要你親自操持？這是給蓉兒做的衣裳，蓉兒長大了，少年公子翩翩風度，衣裳總要多備幾件的。我這當姐姐的做的，無論好壞，總是當姐姐的留給她的一片心意。那要是到了秦國怎麼辦？我是王後，你是我的姐妹，總不能這些事情還要你親自動手。就算你肯，我還不肯呢。秦國後宮那些不知根底的人，還不知怎麼笑話我們。後宮裡的人都是這樣攀高踩低的，想想真是沒趣。公主，殷公主來了。她來幹什麼？喲，你們都在呢。我還說呢，這舒妹妹要出嫁了，不知道得多忙啊。且不說陪嫁中的那些擺設、器具、書籍、珠寶首飾、樂器藥材，光那4季的衣裳就得有好幾車吧。秦國啊，那地方冬天特別的冷，舒妹妹得把銀鼠皮和灰鼠皮的大襖多拿上2件，免得受凍。我的嫁妝由母後定奪，殷姐姐還是多操心自己的事吧。可不是，我那兒也亂成一鍋粥了。說起來，我比妹妹還有早出嫁一個時辰呢。這是皇族族長和微後根據大祭司問卜神廟的結果定下的吉時。這不，陪嫁的單子也有了，光金銀玉石、瑪瑙沉香的手串、手鐲子就有好幾大盤子，再加上項圈、耳環、鳳釵什麼的，一樣樣的看過來，看得我頭直疼。其實啊，我也不在乎那些東西。子歇的父母過世早，
家裡頭的事情都是由他們族長做主。皇家在楚国虽然沒有過去的花團錦簇，但排場仍舊得撐着。我的嫁妝帶過去，還不都是便宜了別人？殷姐姐若沒別的事，忙你自己的去吧。沒關係，我也是出來散散心的。靈兒，在，幫着珍珠給我碰壺茶去。是。如今啊，我才真的相信，人是天生有命的。像妹妹你，就是荣华富貴，要當一國之後的命。像我呢，就是相夫教子，若夫君能加官進爵，我也就跟着享福的命。可也有的人啊，生下來就是賤，再張狂，也只能跟他娘親一樣，給人當個陪嫁硬使。你說，這老天怎麼那麼公平啊？珊瑚，你進來。我記得前段日子給舒公主做過不少香丸，你把她找来，用香爐把這裡好好熏一熏。是。月妹妹，要不你我一起去园子裡走走吧？這屋子裡的污秽之氣實在是太重了。哎呦，可不是，快走。走，走。母后，母后找我。舒儿来了，快坐到母后身邊來。母後方才在想什麼？想母後年輕時出嫁的情形。母後當年出嫁的時候，一定是美人兒。女兒家出嫁，衣衫光鮮，滿心希冀，哪個不是美人兒？母後當年和你此時是一個樣子，半點不知日後為人妻、為人母的苦楚。舒兒感激母後養育之恩。舒兒即將遠嫁秦國，那裡不似楚國，沒有母後和大王為你遮風擋雨，萬事都要靠你自己。有些話我不得不叮囑你。這幾日我特別派人去查了一下秦王後宮的情形，你知道嗎？秦王之前娶的王後是魏國公主，隨王後一起嫁入後宮的還有他的親妹妹魏延和他的一個族妹。